刀法利落，劈开黄澄澄的大南瓜，蒸熟以后再加入放了酒酿的客家小汤圆。这道黄金南瓜汤圆是曾经得过客家美食大赛冠军的吴正贤新研发的创意客家料理。客家菜让人家感觉就是它就是一般的小吃类，说加一点巧思会让它变得不同。被称为客家冠军主厨吴正贤很不好意思，因为他自己并不是客家人，学徒时学的还是川菜和台菜，却因为一次到开客家餐厅的朋友家里做客，吃了客家妈妈烧的菜，于是决定从头研究客家菜谱。客家人嘛，勤俭持家，很多菜都是腌制的，例如这个客家酸菜鸡呢，它的酸菜它就很特别，它可以做干的呢，就叫福菜，最主要它的原料是芥菜。然后它可以煨豆腐啊、烧肉啊。吴正贤很有想法，他说客家菜其实跟客家文化一样，蕴藏了很丰富的内涵，却一直被外界认为搬不上台面。他不服气，决心要改变。做任何事情不能一成不变，包括餐饮。后来我来做这客家菜24年所学的东西，把它融合起来，融会贯通。把客家板条小火慢煎，卷上大虾，搭配台式蒸蛋、西式芝麻叶的吃法，让店里头的客家老板都赞不绝口。这味道年轻人应该很喜欢。好，这个客家话我们应该来讲来。这客家话应该这么讲，叫“后三年都懂中医”。后三年都懂中医。新视觉、新味觉，吴正贤希望以创新的精神为客家菜延续新生命。上课喽！后三年都懂中医，后三年都懂中医，后三年都懂中医。